因为这样要停一起停，不要说啊他要过啊车子还要等他啊，就我觉得行人就用行人的专用的灯号，就让他们行人先走完。因为这样子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过马路，我就不用太紧张，说等一下车子就要开过来，我就可以很安心的过马路，然后不用担心。那最近政府呢，在各个路口设置呢行人专用的石像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措施主要是我们的孩子呢，从社区走到学校，都会经过这样的像中正路啊、永福路这样的大马路的路口。那有这样的一个行人专用石像呢，就算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没有导护老师指挥交通，他们还是可以在非常安全的状态之下呢，非常安全的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安安全全的走到学校来上学。虽然说看到网络上有蛮多人在批评行人庇护岛的设施，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正常开车的话，是不太会撞到那个行人庇护岛。会擦撞到的话，通常就是转弯习惯不太好的人，所以就是行人庇护岛的存在，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转弯的时候不要切西瓜，然后可以用比较安全的弧度。那我觉得这样对驾驶跟对对行人来说都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措施。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所谓行人专用石像，就是在路口的行人要记得看我们的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绿人。车看这个3色号志，那人就看小绿人。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路口的这些号志的时间，特别区分出一个时段给行人来用。那这个时候4个方向的汽车都会停止，汽车、机车都会停止。其实行人专用号志这件事情，在台南市过去其实就有在采用只是可能没那么普遍。那我想在今年大家重视行人通行路权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积极的来盘点。那市长也指示要以完成100个路口为目标。那我们首先在这个行人通行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医院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一些商圈市场附近，行人会来通行路口比较多的地方来优先设置。100处的完成只是一个里程碑。那今年开始，我也跟同仁讨论，我们未来会对于行人专用石像的设置，会陆陆续续就车流跟人流通行的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日常持续往前推动的工作。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伫台南市巴拍头前的2024年台湾灯会，其中安平灯区2月3號率先開展。中港市府伫安業停車場準備8500個座位，同時搭設壯觀的主舞台，吸引大批民眾進場。這屆台灣燈會伫10年後再次回到安平這個重要的歷史現場，除了有中央到地方等各界名牌貴賓。日本英皇九州也個贊助桃園到上本的來回機票，予在場各位幸運的遊客，也要甲所鄉親共同見證，甲過去傳統燈會完全無同的新體驗。啟動，榮耀台南，台南400，2024台灣燈會在台南。接下來的36天，大家都能夠欣賞台灣台南的美，也欣賞台灣的美。那我們台灣燈會就是今年是龍年，我們燈會的主題是龍來台灣。那來台灣之後，也要來台南看台灣燈會哦。那麼我們很希望透過台灣燈會、台南400每一項的活動，
把我们台南的美与好，啊，甲台南人的热情，互咱全世界的乡亲知影。所以欢迎大家来台南做客。其实开店之前，就已经有12分钟，无人回灵机的表演加烟火秀，展现出大约祝福、安平古堡、台南400等标志，互众人赞声连连。当然，上届受到注目的明华园总团大戏马祖，也伫开店以后为开幕早来高调，现场预估超过3万人。正式开店以后，伫林华娘公园的台南400店区以及台南运河安业桥到万华桥烟花的和光往事店区，用科技艺术的手法，展现100年运河的记忆甲想象。整个安平店区展期将到3月10号，为期36天。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迎接过年的连续假期，加上2024年台湾灯会伫台南举办，到时回乡行出的人车一定足多，真侪重要路段恐惊会塞车。所以交通部公路局依照统计，去年台南北门南昆新大天府累计超过650万人次参访，是台南上多。所以呼吁民众重要路段一定要利用大众运输。也是参考替代道路，撇开塞车。首先计划中，我们从评估整个容易发生车潮的地方，在我们台南地区发生车潮的地方是在一个我们台86的一个仁德系统交流道8K 的部分哈，还有我们的台86线的一个17K 到19K 归仁带高庙通往国山的一个高庙交流道一个路况哈，容易发生车多的地方哈。还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过年期间我们会拜年嘛，哈，到寺庙礼拜有南昆生代天府的台17线南昆生代天府的前后路段，哈，也会有比较多车的一个状况。那针对这3个车多的路况，我们提醒民众在行车之前，哈，能够提醒规划的一个行程，能够提前来做规划。7天连假，公路局为了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2月7号到2月14号为止，88条国道客运拢有优惠，而且全公路客运或是市区客运基本的里程也个免费。那从7号开始到14号，这个有8天的期间，如果搭乘公共运输，我们国道路线有88条，都可以享平日优惠券，优惠价。还有就是原价85折的优惠，那也请大家多多搭乘我们的公共运输。交通部公路局呼吁过年期间相关的疏运第一时间路况，拢会当到交通部公路局的网站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卡用路人服务专线0800-231-035来查询。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中山公园边的观会站，自透早8点外就有侪民众来排队，全部拢是来响应台南市妇女会所举办的观会活动。通常往年我们都是在寒冬送暖的时候都是送物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血库非常的缺，因为为什么？现在寒流的问题，还有学生都放了寒假所以我们现在血库跟我们说非常的缺，所以我们现在的库存量又遇到我们的春节。又有7天的春节，所以现在血库量非常的缺，所以在这边共襄盛举。台南市妇女会提供礼券甲礼品送予前来观会民众，希望借此来鼓励大家踊跃观会。同时，台南市各区分会、南新基金会、新界扶轮社、金善美赛主会、仁爱姊妹会等一个爱心团体协会嘛拢来参与。捐血活动是相当有意义的活动。除了我们可以救人之外，我们自己也可以促进我们自己身体的新陈代谢。我个人也是长期的捐血者，那今天准备要捐500cc。结盟我们所有各区的理事长来办这个捐血活动是非常有意义。妇女撑起一片天，不止这样子，我们今天结合了15个单位，一起来共襄盛举，卷起你的袖子，捐出你的热血。根据主办单位统计，至今总共募到371地花。除了帮助会库增加存量，也期盼抛赠饮料，吸引较侪民众加入观会行列。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
农历春节将要来临，台南市议员李启伟伫个前书记官潘敏杰号召，结合这位善心人士甲公司行号，主动捐赠白米甲现金，总共将近2000公斤的白米甲9万外的现金。白米的部分将分别递赠予台南北家扶中心、甲台南市的脊髓损伤协会，分别由北家扶中心的主任李桂平。甲脊髓损伤协会理事长欧国清来代表接收，而9万外的现金，这是帮助家扶中心的助学希望工程。很感谢这个我们的退休书记官潘姐召集的他的一个爱心的一个平台也有一些实业的董事长何董还有一些善心人士今仔日我那捐赠有这个白米这个。好几公斤还有一些奖助学金那些现金的部分还有给我们的北家府主要用意在于这个孩子的一个教育是相当的一个重要的希望我那会当安尼照顾到后一代让他们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教育也都可以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些物资对我们儿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民生用品都涨价了。那我们这些东西是他们日常必备的需要的东西，那会降低他们生活上的负担。那他的家长就可以把一些经费投资在他升学方面的工作，让他有机会成长。这样，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爱心的工作，也呼吁大家这个抛砖引玉，能来协助我们的弱势儿童。在此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北台南教育中心，感谢李议员、潘姐，还有各位爱心的这个公司行号的老板们。谢谢大家。这些白米拢是透过议员李启伟的服务处，加前书记官潘敏杰朋友个人所赞助，对10包、20包慢慢累积。先看嘛是个人或者是公司行号的小额捐款。台南北家扶中心的主任李桂平表示，这学期预计需要筹募564万的助学金，帮助300位高中职加大专生，以及500位的中小学的学生。但距离目标也还有200万的缺口。台南北家扶中心希望各界会用继续发挥爱心，帮助受护儿童的就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三义洞爱心协会伫每当岁末年终之际发送物资，至今已经迈入第15档，布施的范围遍布台南市37区，活动得到真侪公司团体认同，纷纷加入赞助行列。参像是安平5期商圈、大府城长寿会、大府城就业服务协会、大府城木球协会，也拢到场协助发送。三义堂从15年前就开始在做这种岁末布施的活动。那我们每次的活动的日期就固定在农历12月25。那我们的发放的对象就是由社会局发放名册给我们。那目前是开放第一款。那我们会如果说，因为我们有准备了1200份，我们会陆续把这1200份把它发完。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各界能踊跃来共襄我们这些盛举。那我们特别感谢银钱建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银泉，还有大府城长寿会，他们都是我们一些很支持的单位。尤其亚情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英权，更是连续5档赞助活动，这次更是带领公司的同仁到场协助，出钱出力，使人感动。北区区长李煌生也代表市府来致敬感谢状，感谢三义堂以及所有爱心单位的温暖关怀。今日真欢喜来到咱的三义堂这边以三义堂每档拢有来帮助到咱周边的区啦，咱中西区、北区的弱势的民众。所以伫咧遮呢，我也代表咱北区来感谢到咱三义堂的义举。这边特别来感谢讲咱影钱建设公司咱担当的每一档拢大力的赞助，通常拢出钱无看的人，今日非常的荣幸啦，会使来实在咱担当的。我嘛真感谢伊的善行义举，互咱弱势咱这个朋友会使伫这寒寒的冬天感受到咱社会温暖。回归社会伊只话较平衡的，希望我企业家会当来大家共同因遮加用我头起来。
这次关怀对象是台南市37区一款家受理户，总共1200户。三义堂爱心协会结合洁净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宇臻开发有限公司、上头实业、天籁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大学企业协进会、安平嘉安气客精舍、英空古丁茶坊、中信房屋、安平完结海鲜、日袭太阳能、晴海民宿。还有导演黄仲玉等20外单位共同发起赞助，为了就是要让弱势朋友伫岁末年终之际，感受到社会关怀甲温暖。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大湾凌霄宝殿武良宫伫每当农历春节期间，拢会办理一系列庆祝活动。今年适逢台南400圣典，庙方配合市府特别规划出超平安钟的活动，邀请民众做伙参与。同时，嘛当向玉皇上帝祈求平安福气。咱特别配合这个市政府台南400年啊，所以咱这个安度农历正月初1到15，咱会带咱的天公坛头前遮设一个平安的发财钟哟。当然啦，这个下午时9点，这意味着人讲的。这个大年初一敲个平安钟，会当人主打天庭啊！咱的玉皇上帝在天庭小宝殿，在相当的适合。当然啦，向着咱玉皇大天尊来做一个禀报安尼。当然啦，做一个祈愿，会当人在金龙年啊，大吉大利啊，好运连连。除了敲平安钟，伫初1到15。庙方嘛有准备了平安卤面、平安圆，请信众吃平安。农历正月初1到15，拢有准备这个平安卤面，个红圆，每一位吃平安、甜福寿安尼。照往年同款，拢有着这个点光明灯、文昌灯、财神灯、太岁灯，都点斗灯。今年特别。有主角这个咱这个5套的这个纪念金币。应用龙年到来，庙方特别制作了镀金的金龙甲金币，民众只要拔出一个圣杯，就当用工本费将金龙也就是金币带回去厝。诸位王大明欢迎全国信众做伙来到凌霄宝殿武良宫行村拜拜求好运。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高雄车站是在1941年日治时期完工启用的，屋顶中间拱起，两侧呈现圆弧造型，底端锯成圆球，形似皇帝的帝冠，而称为帝冠式建筑。同一个时间新建的高雄市役所，也就是现在的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也同样是帝冠样式建筑。那原因是因为那个1930年代的时候，日本他们帝国主义兴起的时候，那因为他们有一种团结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概念。所以有一些人就会对所谓的全盘西化，他提出一种所谓的反思，认为说哇全盘西化，那我们又要对付白种人，好像感觉逻辑上不是很合，所以他们就希望说有一种合适的风格进来。所以所谓的帝冠式建筑就是它大家可以看中间有个尖塔，然后上面有个琉璃瓦，好，那个部分就属于日式的一个风格。那旁边的那些建筑形式还是属于维持西洋式的一个建筑风格，所以原则上帝冠式建筑的话，它就是个河洋折中式的一个建筑。高雄老车站在新站新建时有幸被保留下来，现在已经移回新车站的中轴位置，环视人来车往。而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也从高雄市役所改为高雄市政府，之后变身为历史博物馆，记录打狗高雄的历史变迁。这边是那个以前是公车站，然后它的站名就是市政府站，所以很大的一个站。在日治时期的我们讲高雄市尹到后来的高雄市长，大家都使用这样，这边其实就是市长室的一个空间2楼的市长室的一个空间。那它原则上1939年之后的日本时代的一个市尹都是在这里办公。那到战后的时候，从第1任的高雄市长，那一路到了1994年，我们讲吴敦义的市长的时候，大家都是在这空间使用的。各位去看那个高雄车站的话，会发现到它其实跟日本的大阪的那个天守阁比较相像。对，那像我们像高雄市役所的话，它又是另外一种，就是它还是在设计师上面还是会有他自己所喜欢的一种风格，但是它的大原则就是中间有个尖塔，然后旁边是一个西式的建筑。
远看高雄市历史博物馆中间和左右两侧也同样有地冠式的屋顶，还分高低层次，再配上窗框、门框，形似高雄的高字。而在中正路上的台湾银行以及高雄港的牌楼，也有类似的建筑形式，形成高雄有趣的建筑特色。是日式建筑嘛，然后有个高字的那个意象在里头。那这个台湾银行它其实是战后，而且是由那个中国籍的设计师所建造的，所以它只是有点像地冠式建筑，或者说我们说它可能是仿地冠式建筑。不过它里面的一些花纹设计的形式，其实还是属于叫中国式的一个形式，所以有人会把它归类为是所谓的中国北方式的宫殿建筑。高雄火车站它也有一个高的形式，对，所以其实都有这样一个高的形式，对。但是我会比较所以那个到底是不是刻意去设计跟高雄的高一样的话，那其实有种这种说法，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证据是这样子的。随着高雄老车站回到城市的中轴线上，让大家再度观察到高雄还有其他的地冠式建筑，并且巧妙地搭上高雄的高字，除了有建筑的时代意义之外，也成为浏览城市的地标之一。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从高雄老车站进入新站是一处下沉式的广场，除了已经开放通行的中央广场之外，南北两侧也正在新建当中。在战撑墙打除之后，预计今年底3座圆形广场将正式成员，开放民众通行。以后高雄车站呢，会有南北及中央下沉式广场，让旅客可以直接进站到铁路地下化搭车。目前在做的就是中央下沉广场的南北分隔的中央战撑墙的打除作业。以后中央战撑下沉广场打除之后，我们中央下沉广场就成员，让到站旅客可以360度进去中央下沉广场，到站旅客也可以从最短的路径出站到想去的地方。而新站北端还有一个半圆形的钢构建物，引起民众好奇，原来是要和南端的老车站形成对称比重所做的修饰物。后站那个是高雄捷运的一个逃生梯的出入口，它是为了权衡这南北的建筑的比重。因为前面有老站嘛，后面再做一个地球眼的钢构，把它包覆起来，修饰这个南北的比重。至于天棚部分，也将在今年3、4月完成最后一区的花柱钢构，接续还将完成2座旋转梯和自行车道工程，到时候民众就可以上到天棚，从高处俯瞰高雄。然后这个天棚的最后一区的钢构，也将于过年后进来组装，大概在3、4月份可以完成最后3朵的花柱钢构。然后主要节钢构就完成，次要的钢构地面层跟 U3 层连接的部分，有那个2只旋转梯，还有自行车道，跟天棚上面的景观以及建筑装修都同步在进行之中。站区内2栋高大的建物，西侧的商办大楼正在进行内部装修，东侧的旅馆大楼也将进行鹰架卸除，招商作业也将紧接着进行。商办大楼现在已经建筑装修毛坯已经完成。旅馆大楼目前在进行外观的工作架卸除作业，预计在过年前会把东侧及南侧的鹰架卸除，让天棚与旅馆大楼的3楼连接。灰白大楼2栋大楼的设计让跟天棚连接，让那个天棚触角可以延伸到更完整的延伸。这是商业大楼嘛，以后会 BOT 的方式，除了2楼是台铁厨房，3楼是台铁办公室以外，以上都要招商。这个旅馆大楼3楼有buffet，以上是有多功能宴会厅跟旅馆，也有那个投资者有意愿在洽谈。新建的高雄车站是一个新旧包容的车站，除了旅运功能之外，更结合了住宿、餐饮、商业办公等复合式车站，助力在高雄的中轴线上持续见证高雄的改变。记者苏焕君、赖昌邦高雄报道。在六龟老街上伫立着一栋别具风格的老屋。在日治时期，这里是一间专卖柴米油盐的杂货店，也是当年地方的重要商业区。只是房子上方大大的红捆园3个字，让许多初来乍到的游客摸不清头绪，不知道到底谁是红捆园。红捆园其实不是人名，它是一个商店的名称。这商店的其实是位于早期高雄六龟的一个汉办交易所，它其实兼具了很多功能，包括杂货店，然后包括汉办交易的一个场所。然后所谓的红捆园是指红是指姓氏的意思，捆园它其实是有一个意思，它是指捆就是早期的 bug 的意思，是指商品可以源源不绝而来象征着这个商店可以生意兴隆。1912年来到高雄六龟的红捆园，除了经营杂货买卖之外，还有特许的专卖事业。
同时也是经过日本政府核准，可以和原住民进行交易的场所，在当地相当知名。不过在二战之后，商店也跟着六龟小镇一起沉寂，现在只能透过当时的账册和相关文物来一览位于原汉交界的六龟故事。主要是要了解，其实，在六龟这个区域，红混园它所肩负的一个跟对原住民的一个时代的一个任务，然后另外是，可以透过红混园这个商店去了解当时六龟整个发展的一个历史脉络，这样。随着六龟人口外移，红混园商号正式卸下任务。洪家后人也特别将大批文物捐赠给高史博典藏。如果您也想一窥日治时期的六龟发展和当地原汉交易的历史脉络，即日起至3月3号，千万不要错过谁是红混园特展哦。记者王义群、卢赢家高雄报道。